新竹县北埔乡的南埔社区，今年伫全台湾707个农村当中有过好的表现，仍系得到农委会金牌农村的公奖。讲到南埔社区，就听曹会讲到，10年前总会度涨100年水准的大事情。当时总会度有4个，家家起来为300岁的老人家，乡下去清水准，仍系干水准涨好未？所以，一到村民就开始来问社区接下来的发展方向。这面人也了解听，为上网推广友善耕种，含加做生农环境教育。半夜带社区系盼利用1年来认识野菜、野花、野草的活动，打帮一家去摘、去料理，带也条民众行到田中下，改变人的传统印象。来认识创新又丰富的农村风貌。有风景水乡好名声的新竹县南埔社区，营业到社区就通去到南埔水准嘅水流上，还看得到头摆富五雪山富嘅雪山片，还有野草100年水茶。它主要一开始的目的是用来灌溉的。为有水车是因为这边丘陵地，客家都是丘陵地，它需要低水位的水，让田高水低，然后要把水的低水位的水带到高上面的田上去灌溉，是这样的用途。南埔社区时时推耕种农事，就可以是南埔水准。故所做地讲，水准同水茶係南埔重要嘅經濟命脈。不過近10年來，沙度到水唔拉嘅問題，2008年代，佢嘅總額就決定休耕1年，來漲100年水準。應該是說，沒有水就沒有南埔，因為水是人民必須的。那水圳它當初因為淤積，所以導致水量很小。如果沒有來做一個清淤的動作，就沒有水，沒有水相對的灌溉面積會減少。那這邊又靠的其實是農業佔大部分的，所以它必須要修復。漲水準嘅過程遇到一道難題，前面係由社區時嘅老宅出來，用幾廿條嘅松樹，天天呢同來前踢。因為重型機具沒有辦法進去，所以後來老人家有分2組，他們4個加起來300多歲，然後他們去清淤，一個人去挖，採用人力去鏟，一個人用本機，然後一個人在外面護着拉一個道，這樣子4個人分工合作，把它清好了。100年水準漲好過後，過程當中社區居民還加有嘅年輕力。面對未來總會多項運用嘅永續發展咯，佢天除咗維持農業生產以外，還加對本地安順愛發展農村觀光，盡早發展環境教育、生農教育一條路。後來大家思考，可能這個方向不是他們想要的。基本上我們的活動幾乎都往環境教育的，不管是像植物染啊，像我們的食物，珍惜我們在地的食物。這次呢，主要是帶大家去田裡面去找一些可以吃的東西。並一帶社區攀你一叢摘野花、野菜、野草嘅小旅行，由生態專家蘇立忠帶領大家到總會多項嘅農場來吃各種嘅野菜。要跟大家介紹的野菜，就是你看到滿地都是的，什麼？大花咸豐草哦，你們眼前的這個開百花的那個，就是大花咸豐草。這個是很好吃的野菜哈。短用嘅本出做地色嘅野菜，同一味嘅其內野條同摘嘅優良，蘇立忠都清楚說明。你只要手摸起來軟軟的、嫩嫩的，水分含量多的都可以採了。這個好了。頭一擺來摘來試試野花、野菜野條，民眾都知道以前食，社區每大幫按用來改變大家對野花、野菜嘅傳統印象。大家對野草的概念就是個很討厭，然後好像沒有用。哦，那其實現在有慢慢越來越多人在推草生栽培這件事情，就發現野草其實是有保護水土的功能，也是以及增加生物多樣性的一個功能。這樣，它其實對人類我們自己生活來說，也是一種糧食的供給。
一种额外的野生的自然粮食供给。田野植物做得拿来做好食嘅料理，同南埔沙溪一切东山猛水工有山耕种，环境无受到污染，有绝对嘅关系。像客家庄里面，尤其是果园的，如果草相复育的比较完整的话，到春天你就发现它的有非常多不同种的野菜会出现在这里面，或者是有时候在一个农村里面去调查，发现这些野菜野草额外的附加价值，你可以做成烘焙的，你可以做成料理的，可以做成饮料的，这个都有很多我们可以待发现的资源在里面。摘作来嘅野菜，大家分类好来洗清来，顺便爱来做野菜料理，同时做野菜未係有量嘅。煮野菜汤的时候都要这种火比较大，让它滚，因为野菜这种东西毕竟是比较野性的东西，在煮野菜汤的时候啊，通常会选花类跟根茎类当成是汤底，然后也会加一些肉类。就以五花肉最好，因为有油脂又有蛋白质。如果要吃素的话，可以加蛋，炒过的蛋，加油炒过的蛋，然后跟豆腐，对，都是可以增加它的味道的一种方式。出題野菜湯寫地到野菜本地嘅美食，參加嘅學員係用下工業嚟戰略，改變一般人對野菜嘅想象。用素野菜料理過後，沙溪還安排草木飲嘅法湯，為學員嚟體驗大自然嘅奧秘，睇人細緻都學到一道東西。台灣人可能他講人做喺藍山嘛，係用草植物去釀成一個食嘛哈，所以其實係呢一個不管喺食當中啦，還係個生活啊、食衣住行，可能我哋可以重新去了解講一條植物大自然嘅草啦，又係講樹嘅啦，跟我哋有乜嘢關係？那其實他到戶外去啊，其實對他的那個觀察力啊，或者是跟自然親近的這個能力方面啊，都有很大的一個幫助。那再來就是也很希望說他能夠認識自己一塊土地，因為我們也經常到國外去走動，對。然後對台灣這塊土地呢，當然是希望他能夠扎根得越深越好。對野外嘅花花草草認識意思，南埔沙溪大埔新農教育受理下，帶領民眾行檢田野，接近大自然，春年農村生活當中，社會生產同生態嘅關係，明確呢到農村冇共用嘅價值。